ISFJ 呢一種乖乖嘅人，究竟點樣做佢生意呢？有方法。ISFJ 係一個服務者，佢天生咧就係做客服係最叻嘅，佢完全唔需要學㗎。所以咧第一點咧，你要同佢溝通咧就係態度，冇好嘅態度 ，ISFJ 咧佢會忍你但係佢唔會同你買嘢咯。ISFJ 佢好重視嘅就係好實在、好樸素、好實際嘅功能，你唔可以講太多多餘嘅價值，你一定要好具體講到個功能。幫到啲乜嘢，令到佢自己感覺良好，佢舒服咗，佢方便咗，甚至乎可能咧佢慳咗一啲時間。你要咁樣去講，因為佢 S 同 J， 所以佢一定係會同你去講價錢嘅，你就必須要講到一個性價比必須要好高。最後咧不停要有笑容 ，smile 笑容。當有足夠嘅笑容咧，你睇到 ISFJ 都俾翻你足夠嘅笑容嘅話咧，咁即係話你已經係接近成交㗎啦。好片記得俾朋友。